Welcome back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5月即将结束，而6月正在悄然来临。当北半球正要迎接炎炎夏日的时候，所处在南半球的新西兰正在慢慢的进入冬季。对于位于南半球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来讲，冬天不仅仅是天气逐渐趋于寒冷，所有的作物开始休眠的季节，它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季节。在毛利神话中，冬天的女神叫 Hinetakurua， 而冬天的毛利语正是 Takurua。Hinetakurua 是太阳神 Tamanuitera 的2位妻子之一，另一位妻子是我们之前讲夏天那期视频中提到过的 Hineraumati， 也就是夏日女神。Hinetakurua 生活在海里，它代表着丰富的水产资源以及寒冷。当 Hinetakurua 与太阳神 Tamanuitera 一起共度时光时，预示着冬季的到来。毛利人用拟人的手法，在他们的神话中解释了自然界中太阳的运行规律以及四季的交替。在冬季，毛利人会抬头仰望星空，寻找一个特殊的星团 Matariki， 也就是昴宿星团。Matariki 的出现预示着新的一年的到来。传统上，毛利部族的长老或者是 Tona， 也就是祭司或是知识持有人，会仔细地观察 Matariki 星团的状态。如果星星明亮清晰，就说明在即将来临的这一年将会是一个温暖、种植条件良好、有望丰收的一年。但如果星星暗淡、紧密或者模糊，那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 tohu。换句话来讲，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征兆或预兆。这时，人们可能会选择推迟种植，谨慎地来迎接新年。在毛利的世界观里，人类与自然是紧密相连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星星低语，大地也会聆听。人们会观察其中的联系，并且顺应自然，从中找到规律。冬季刚好给了人们观察、反思、准备的时间。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有着属于自己的冬天，一个需要休整、停下来的阶段，等待我们自我内心的成长。Tokurua， 冬季也许是寒冷的，但是它也孕育着生机，带给人们希望。在下一期的视频里，我将带大家一起了解 Matariki 毛利新年，以及 Matariki 中每一颗星星的名字，以及 Matariki 是如何变成如今的法定节假日之一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虽然寒冬将至，但是愿你有足够的温暖去抵御寒冷，也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自己的 Matariki 冉冉升起。我们下期见，Kakitiano。